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0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12天。根据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显示约有62万名俄军士兵在乌克兰和库尔斯克州作战，比2024年底增加了约4万人，也就是俄军的部队不停的在增加，在增兵据报道，俄罗斯当局在2024年和2025年1月招募配额均超额完成，部分原因可能是招募新兵的经济激励增加以及监狱招募工作。说俄军不断创新其打击方案，并利用更多的沙赫德无人机和诱饵无人机，试图突破乌克兰的防空网。报道还称俄罗斯的导弹产量并未大幅增加，但俄军似乎优先生产对乌克兰防空更有效的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军队最近推进至波克罗夫斯克附近，俄罗斯军队最近推进至新希尔卡大区附近和库尔斯克州。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个油库，目击者称在乌法区听到了爆炸声。罗斯托夫州代理州长柳萨尔说防空部队击退了新沙赫金斯克附近的无人机袭击。然而在切尔特科夫斯基区，一条输油管道起火，人员被疏散。实际上这个炼油厂是由几家企业组成，每年的总产量约为2000万吨石油。该炼油厂对俄罗斯军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是俄罗斯军队提供燃料的企业集团一部分。也就是说俄军这个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炼油企业和储油罐这些能源设施打击一直在进行没有任何停止和松懈双方在战场上这个还是难分难解战线的变化就不是太大。昨天这个晚上传言特朗普经过与他的这个小团体密谋之后，暂时停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是说实话这都是美国媒体报道的，而且媒体彭博社说是援引国防部不愿意署名的这个人员说的。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对媒体或者对外表态说这个暂停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呢，美国的国防部也就官方没有任何声明。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记者叫卡罗尔表示，他说美国尚未停止与乌克兰分享情报。说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政府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报道称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减少与乌克兰的情报交流和培训乌克兰军人计划的可能性。卡罗尔在社交媒体上援引消息来源写道，据我所知，目前美国总统采取的军事限制措施仅限于媒体报道，这只是开端，但情报共享或美国军事支持的任何其他关键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通讯社援引军政界消息人士的话证实了上述信息。据报道目前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方面没有任何变化。这个乌克兰的总理施梅加尔他说乌克兰政府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美国暂停武器供应的信息。据国防部长称美国的援助仍在继续，上届政府也就是拜登政府计划提供的援助已分批运抵乌克兰。截至昨天晚上，他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暂停援助的信息，所有的援助都在继续。截至今天上午，国防部长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变化的信息，如果有的话我们会通知媒体。这是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这个施梅加尔还说他说就是记者问他美国暂停军援一事，施梅加尔还说他说美国的军事援助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乌克兰将继续通过所有可能的渠道开展外交工作，尽一切努力将与美国的合作保持在之前的水平。施梅加尔说乌克兰已准备好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Звісно ж, ми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підтримку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оскільки у наш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в уряду є, скажімо так, можливості, інструменти втримання ситуації на лінії фронту. Вони не підлягають, очевидно, розголошенню. Це речі, які не обговорюються публічно. Ми
абсолютно спокійно, всіма наявними і доступними для нас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ми канала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спокійну роботу зі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з Конгресом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з 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є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Україна і США продовжили нашу боротьбу за справедливий, тривалий, стабільний мир в Україні, на європейському континенті. Ми, повторю, вдячні американцям,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нації. Ми готові підписати угоду, яка підготовлена про створення відповідного інвестиційного фонду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очати роботу зі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а прагматичній економічній основі. 那么对于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那个俄罗斯方面是怎么说的呢？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3月4日对美国暂停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决定表示欢迎，但说仍需要观察实际情况的发展。他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决定确实可以鼓励基辅政权走向和平进程。克宫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显然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这场战争的主要供应方。他如果美国终止或暂停这些武器供应，这可能是对和平事业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这是给普京最大的礼物那言下之意就是没辜负普京的栽培但是这个佩斯科夫也说克里姆林宫没有得到有关美国暂停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任何官方声明。简单点说就是俄罗斯人盼着这个特朗普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是这个仅只是媒体在宣传，他们也没有得到最新消息。按理来说，特朗普要是通俄的话，那他要给这个乌克兰暂停武器援助那第一时间他要告诉普京对吧？这立了大功但是俄罗斯人表示还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但是这些西方国家似乎是认可美国媒体的报道的。这个3月4号消息芬兰总理叫奥尔波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停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后，欧盟需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奥尔波在芬兰议会政党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并补充说白宫的行动使得欧盟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变得更加紧迫。同时，芬兰总理指出，需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加强欧洲的防御能力。这个3月4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了电话会谈。然后这个首相的发言人叫帕雷斯他在记者会上说英美两国元首坚持确保乌克兰安全与持久的和平共同目标。然后斯塔默拒绝透露特朗普是否已告知他美国计划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你看这个斯塔默很有意思也就是那记者问他，向他核实对吧？你不是给特朗普打过电话了吗？那特朗普到底有没有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斯塔默拒绝回答。昨天在这个白宫的一个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这个特朗普是不是已经下令暂停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结果特朗普他说他现在也不知道。总之现在告诉记者，等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恐怕也发生变化，也说的模棱两可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这就说明特朗普他自己的不靠谱也就是说他一会儿一个主意，但是这个叫无风不起浪。既然美国的媒体报道这个事情，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只包括武器弹药，情报共享尚未停止。这个它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断供，而是继续对乌克兰采取极限施压，以促成这个矿产协议和乌克兰的让步。这个泽连斯基在前2天欧洲领导人峰会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乌克兰绝不会同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承认被占领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乌克兰人永远不会承认任何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为俄罗斯的领土，对于我们来说那只是暂时被占领。也正是泽连斯基这种表态强硬的立场给再一次激怒了特朗普。所以特朗普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泽连斯基的这个说法做出回应，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明可能是他做出了最糟糕的声明，美国不会再容忍更久了。所以他就通过媒体放风要给乌克兰断供但是我认为这个特朗
普现在每做一步啊，实际上都是在给自己挖坑啊，都是让自己下不来台，都是把自己往火上架。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对吧？就有媒体报道啊，说乌克兰已经从拜登手上就是攒够了武器啊，说据说这武器可以至少管半年。但是有这说法啊，具体能不能管半年？我想你管2周总是可以的吧？管半个月？特朗普说了，特朗普带着全世界说的啊，只要我不给你提供武器，你连2周都坚持不了。2周后啊再看。当然了，特朗普也不在乎打脸，这对他来说不叫事。我们一直说啊，离开了美国的援助，那个乌克兰的日子肯定非常难过。但是任何事情啊，它都是有利有弊。这个乌克兰最高拉达外交政策这委员会负责人叫梅雷日科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意在促使乌克兰在俄罗斯的条件下投降。乌克兰的前外长库列巴呼吁大家啊，认清新的现实，美国和俄罗斯立场一致，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欧洲。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叫格拉申科，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会对乌克兰的前线造成严重的和直观的打击。也就是说啊，这个特朗普啊暂停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啊，他已经造成了负面意义。对乌克兰来说，恐怕乌克兰人就更加团结，更加抱团，同仇敌忾。对特朗普来说呢，那就会遭到更多的来自西方的这个责难，大家骂他。所以说啊，特朗普现在每做一件事啊，实际上是给他自己在挖坑，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做法。对乌克兰当然不好啊，但是对特朗普来说那更不好。这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说，与美国众议院议员共和党人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进行了交谈。他说，我们讨论了实现公正和平的举措，以及与美国的矿产协议。我们两个国家都需要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我们之间存在着互相理解。他说，我们正在朝着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出的决定迈进。也就是说啊，这伊尔马克和这个众议院的议员人达成共识，这个矿产协议恐怕还要签。实际上啊，这个特朗普这个小团伙啊，已经在疯狂的对外放风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今天对媒体说啊，说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泽连斯基进行会谈。这 NBC 新闻呢，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们已经在利雅得与俄罗斯人一起度过了这些时间，我们准备与乌克兰人进行对话，然后进行调解外交。当然我们需要听取泽连斯基本人意见，而且还要公开的听取。沃尔茨说啊，他指出白宫将与双方核实，了解他们愿意做出多大程度的妥协。他说，我们需要听到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并准备签署矿产协议，并开始和平谈判。沃尔茨在谈到特朗普、万斯和泽连斯基之间发生的冲突时表示，我认为这个要求不过分。你看啊，这作为这个特朗普的小马仔啊，这个沃尔茨已经开出条件了啊，你泽连斯基公开道歉，至少写个检讨吧，完了我们再来签这个矿产协议，然后我们继续啊和平谈判。我已经说了，特朗普这团队是最着急，为什么呢？对吧？他已经在沙特跟俄罗斯人谈了，估计拍了胸脯，这一下你连泽连斯基都搞不定，泽连斯基都不往桌子上坐，你说让特朗普怎么向普京交代呢？或者说至少会让普京看不起啊，对吧？普京就说了，咱俩人半斤八两，对吧？你也别充什么大哥，我以前做大哥的时候比你风光多了，对吧？我现在打了3年，对吧？这家道中落啊，这大哥说话也不好使了。你这个没打仗，你这大哥说话也不管用啊，不是要招人笑话吗？特朗普面子过不去啊，对吧？大哥都是要面子。然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头马，对吧？万斯啊，副总统万斯啊，他在3月3号啊，在福克斯新闻播出的对美国副总统万斯的采访中，这万斯说啊，如果泽连斯基想要安全保障，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乌克兰的未来中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他还说啊，特朗普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大门是敞开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对吧？让泽连斯基赶紧回来谈判吧。说归说，笑归笑啊，这谈判很重要。如果你要想要安全保障，那么你得给美国足够的利益。所以这个特朗普啊，这个小团伙的这个嘴脸基本上就已经很清晰了。我觉得特朗普啊，他在俄乌战争中啊，受3个方面影响，或者就是说他有3个目的。这3个目的啊，我按优先级啊进行排除。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特朗普个人私欲膨胀、虚荣心膨胀。也本来特朗普就是个自恋型人，自以为是，对吧？自我为中心。你从他的表现啊，这个已经充分说明。那么他呢，实际上他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要成为美国啊最伟大的总统啊，实在不行那就之一。他，对吧？给自己的定位啊是拯救人类，对吧？避免了第
3次世界大战，这个够他吹的。哎，不要小看啊，这是特朗普他的一个自我要求，他是以我为中心，他不是以真正的和平为中心，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带上这个光环，所以这个真正的和平就不重要，对吧？所以从他来说，只要实现了和平就是他的目的。至于这个和平是不是对乌克兰公平，这不重要啊，不公平的和平也是和平，所以他一定是柿子捡软的捏，所以啊，他就对这个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啊，对普京呢恐怕是采取哄引诱啊，这个从特朗普这个团队啊他们的表现来看啊，就是这种策略，哄普京啊坐上谈判桌，要跟他合作，要解除制裁，要恢复俄美关系，要一起开发北极资源等等，这就是哄普京啊，而且他不会骂普京。那对于乌克兰呢，那就是靠极限施压，那他就用这种手段想达到和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美国利益优先啊，这个无论是和平还是美国利益优先，这都是特朗普啊要对美国选民，对吧，实现他的承诺。美国利益优先，那就是决定了啊，他不能再往乌克兰扔钱了，他不仅不能扔钱，还把以前的钱要回，对吧？不管是捐赠的还是援助还是贷款，总之乌克兰要还。这网上不有个段子，答应给乌克兰3500亿，乌克兰拿到的只有700亿，最后要让乌克兰还5000亿，这妥妥的是套路贷啊！虽然是段子，也说明特朗普的一个心态，美国利益优先啊，不仅不再免费给你提供武器和援助，对吧？还得把以前的还回来。关于这个呢，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就是你也不好说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他老说欧洲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啊，他说欧洲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钱比保卫乌克兰的钱还多。如果你要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你发现特朗普说的很有道理，就是美国成了个冤大头，他出钱出的最多，完了之后你要乌克兰赢了的话呢，那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的那矿，对吧？那东西都是欧盟的，反正你们就肉啊烂在锅里面，所以他老说你欧洲啊，你借的钱你能收回去，怎么收回去？特朗普没说，实际上他言下之意啊，就是你看看乌克兰加入欧盟，你们不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吗？那些稀土矿、那些石油、天然气，不都是你们欧盟的吗？所以啊，特朗普觉得美国是个冤大头啊，出钱最多，最后没什么收益，对吧？收益跟他没关系，所以他一定要把矿资源先签一下，怎么着也不能让你欧洲占便宜啊，对吧？他那个矿产协议里面就写了啊，就是不仅不让欧洲占便宜，你某些大国也别想来占便宜，这个矿啊，反正是由美国跟乌克兰来主导，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美国利益优先这个事情来说，特朗普，对吧？你也不好说他什么，你至少你主要看他站哪个立场。那第三个原因呢，那就是联俄制中。当然，特朗普最近啊，关于联俄制中这个他不怎么说了，但是他一直在默默在做。他现在反而天天说大国的好话，我以前节目说了，他现在属于好话说尽，坏事干绝，对吧？该加的关税他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我记得他刚上台的时候，他一竞选的时候他要加到60%，后来一上台的时候他只加10%，结果搞得大国的人很开心啊，以为这你看躲过这一关了，躲过这一刀啊，结果你看看他又要加10%吧，也就是他最终是要加到60%。千万不要以为特朗普是胡说八道，在这个事情上他是认真的，那么他很有可能啊就要引诱普京要跟大国对抗，即便做不到对抗，那也要对吧，让这两个国家互相这个敌视，或者走得远离得远一点，这样也分散了大国的这个精力啊。我认为这个特朗普是有这个考虑，因为特朗普早就把大国列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啊，那有你的地缘战略，对吧？你旁边有一个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牵制了，对吧？那总会影响你发展。鉴于这3点考虑啊，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在乌克兰这儿最终会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泽连斯基肯定是没有办法签这个三权辱国的条约，就是领土换和平，那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整个乌克兰为什么能够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啊？那是因为他们基本上达成一致了，也就是大家达成共识，就是不可能以领土换和平，至少现在的共识是这么一个共识啊。大家可以看一个视频啊，这个是一个乌克兰在中国的留学生讲述乌克兰与俄罗斯历史上的爱恨情仇，大家看这个视频啊。乌克兰亡国吗？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古至今，俄国对乌克兰的爱就像熊抱，越抱越急，越急越痛。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家园，中心是乌克兰基辅。莫斯科，那时候还是一个村儿啊。时间基础17世纪，乌克兰哥萨克人在波兰拉脱万联邦的统治下，遭受严重的宗教和社会压迫，并为了对抗波兰，没有办法与沙俄签订贝雷亚斯拉夫的条约，寻求沙俄的保护，而最终只受到了更大的控制。18世纪，沙俄政府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和教育活动。1917年，俄国革命后，乌克兰短暂的独立。
但很快被苏联吞并。到了苏联时期，更惨了，解体化。1932年的大饥荒打压乌克兰文化，但乌克兰人仍然不放弃，偷偷种地，偷偷唱歌，维护自己的文化。1991年独立，2004年94革命，我们一次次为自由民主而战，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们。2014年克里米亚被占，动武战火不断，乌克兰人再次拿起武器保护家园。2022年大熊还是没吃饱，大规模战争开始。现在2025年，你说乌克兰没了，你决定吗？从沙俄时期的俄罗斯化政策，到苏联时期的大饥荒和文化打压，再到今天的战争，乌克兰人民始终以各种方式抵抗压迫，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文化认同。一个国家，它不仅仅是一片土地，它更是一个心态、文化、民族和人民。我们每个出生在这一片土地的人都是乌克兰，我就是乌克兰。你通过这个视频也能了解啊，这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是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乌克兰人这个保家卫国的这种决心啊这么强？为什么乌克兰这个战打了3年，伤亡惨重啊，那个国家家园被毁，那么多人流亡，但是乌克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汪精卫，这个至少说明乌克兰人啊，主流对吧，是要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你说特朗普他怎么能协调这个俄乌停火呢？普京还希望他没占领的扎波罗热和这个赫尔松那4个州的领土让乌克兰还要交出来，在普京的眼里，是你乌克兰占领了这乌东4个州的一些领土，你赶紧交出来，这个就是乌克兰叫无条件投降。所以说我认为特朗普他很难协调。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考虑到啊，这个也就是说特朗普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恐怕现在想早了点，对吧？还得耗个1年2年再说。我也不能说他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就拿不到了，保不齐最后俄罗斯扛不下去了，特朗普这个时候跑来一协调也停火了啊。但是目前是不行的，想得太早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美国利益优先，也就是啊，你欧洲出钱跟美国买武器，你去援助乌克兰，对吧？你们先打着，反正特朗普也不在乎，他24小时停火没做到，对吧？100天停火恐怕也够呛。然后这么极限施压乌克兰，泽连斯基也不投降，特朗普来说他无所谓，所以有可能啊，我认为就是特朗普一手啊给欧洲卖武器，再赚一道钱，这个相当于特朗普援助乌克兰了。这个大家也记住了啊，卖武器给乌克兰就是援助乌克兰，不要以为给钱对吧，或者是免费给武器才是援助，你只要愿意卖就是援助，打仗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特朗普要一手还跟俄罗斯做生意，你看俄罗斯他也不得罪，也就是现在做的这一切，你普京要感恩。你看我为了你普京啊，这个都已经被人脑袋都骂肿了，对吧？得罪了整个西方世界，都在骂我，不都是为了你普京吗？所以你普京得感谢我啊，虽然这事没办成，对吧？所以他还跟普京跟俄罗斯搞关系就为了对吧？吃完原告吃被告，有点便宜就占，完了之后还在对吧？跟俄罗斯搞关系，这样还可以牵制大国。这个特朗普是商人，这样他的利益最大，一边发战争财，一边又不得罪俄罗斯。普京十有八九就是成了冤大头啊，也就是特朗普这个嘴炮也没帮他什么忙，完了之后他还得感谢人。这个普京啊自告奋勇的要协调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你看说来就来了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说，俄罗斯认为啊，美国和伊朗应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说莫斯科愿意为此竭尽全力。你看看，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对吧？你特朗普为我干这么多事情被人骂，那我也帮你对吧解决点问题。所以啊，我这个啊，咱先把伊朗给卖了，这不就要卖伊朗了吗？他说啊，协调美国和伊朗谈判。你当年对吧？这过去伊朗跟俄罗斯人关系好，那是希望大哥你罩着我，对吧？这回你这大哥这什么意思啊？这不大哥要逼伊朗就范吗？也是特朗普对伊朗也实施极限施压，然后这个本来啊，作为大哥普京你得罩着你，对吧？这时候伊朗就成了乌克兰了，只是你普京得帮我，对不对？你一起对付美国好吗？你回头劝我投降。所以你看啊，你看普京顺手啊就把伊朗给卖了。如果特朗普啊再给普京更大的诱惑，你比如说逼泽连斯基投降，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普京啊肯定就会把他对吧一个更大的家伙给卖掉，这多新鲜啊！你看伊朗不就被他卖了吗？马上要卖伊朗啊！所以只要特朗普开价高，对吧？或者是特朗普给普京做的贡献大，那普京一定会满足特朗普，对吧？顺手
手把乌山舰给卖掉。所以说啊，乌克兰泽连斯基目前啊，他是不可能接受领土换和平。那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对乌克兰恐怕不管用。那最后就变成欧洲出钱买武器援助给这个接着打，然后这个特朗普叫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全世界也不能埋怨。你看我为了和平，对吧？已经背了这么多黑锅，对吧？没有人比特朗普更冤了，所以这个仗还得打下去。那对于普京来说呢，也是实惠没捞到，还搭了一个小兄弟出去了。关键是普京手上小兄弟不多对吧？搭一个少一个。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